讲到台电佳人协和电厂第4天然气接收站这案，明仔载要宽评初审。环保团体今仔是搁再开记者会，讲到这专案是完全无考虑到国防安全甲城市安全的问题，应该延后审查。台电是强调讲，一切是拢经过专家学者的详细评估，希望这宽评会当用专业的角度来审查。是不会同意，不应乱造地，不应乱造地。大声喊口号，批评第4天然气接收站这案，无得到佳人市府书面的同意，就坚持要审查，可能会破坏当地水产甲动植物的生态。款团连日出招，因为台电要伫佳人起第4天然气接收站，环境部17会做宽评初审。款团搁一概话讲，专案无考虑国防甲港市安全等等的疑虑，要求宽评都要延后。12米调降为10米，同步还调整了流速跟坡高，这一种自降测验标准的做法，比到驾训场去考倒车入库还不如。中共一天到晚对我们虎视眈眈，如果我们的在这边填海，然后遭到区域的攻击，导致崩塌，出不了军港，然后没有办法保护国防安全，这也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。宽评初审就要到啊！环境部长潘启明表示，第4天然气接收站宽评确实有争议，敢未通过，环境部并无预设立场。不过希望莫受到民粹或者是政治的干扰，会当专业来审查。面对宽团的动作，台电嘛举行记者会，请宽安等等的学者来背书。当处长詹文生嘛亲身出面。我针对的是人民的安全。而不是针对你讲那个我不清楚，我也不是军事，但是就我们本质安全来看，它往上飘的话，它对附近的居民是不会有任何伤害。限制，其实真正的状况是，台电提出进港的标准要在风速10米以下，是一个加严的标准，不是降低。面对宽团甲台电交锋。佳人市长赵国良原地请副市长曲培林出席宽团的初审，不过甲团队讨论了后，伊决定亲身参加，表达反对的立场。针对这点，宽团是表示肯定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